是也。此凡习义者，均当如此。夫子为天三学，所用心亦如此。学非徒诵其经，熟其训诂，及足了事者，而讲义之先，必自立始，立名而后通贯一切，庶无惑于经文之意。此为讲义第一事。夫义，自伏羲氏以后，象数卦仪，传之既久，因其用不同，而取义有异，故有连山、归藏、乾坤三义之分，使以义为三，非有他义也。连山首更以明人道，下代臣用之；归藏守坤，以重地道，商臣用之；乾坤守乾，以尊天道，周臣用之，以所守不同，故取义各异。正与下正见寅，商正见丑，周正见子，其义异也，非遂序义，遂守义耳。故明人道者，以人为先；重地道者，以地为先；尊天道者，以天为先。实则义道备天地人，先后虽殊，义道不异，殊其用耳。周虽重天道，而兼二代之治，故文王重演坎离之卦，以合三为一，而同于乾坤之意。乾坤之意伏羲故以立志，而坎离之意，则文王谓之少数者也。后人名之曰先天意、后天意，其实一体一用耳。盖乾坤意，名位者也；坎离意，用时者也。虽次序不同，而其为义也无异。以乾坤之意，不能外坎离；坎离之用，亦不能不本乾坤。二者相参而后变化一大，不独二义以合用，即三义亦犹是以同功。此坎离之意，包括乎一切，而为天地祭奠以后所不可少者，以其用之广，而变化之神也。此习义者必先知之，知其一而求其二与三，则三二皆归于一，以一概一，名服义当，承哉圣人之心，足以通天地，并日月矣。故文周之后，夫子必经今焉以足述之，而未闻矣者其义，使弗农继文周之业，永垂无尽。此则夫子赞义之为治也。夫义有数义焉，以其治义，本于太义也。故自无始至有始，推之无尽，无不可知。此一义也，以其不义也。立本于中，致用于极，终极不变，用执其中，其道乃久。故能行变化而无习，主生成而不测。